上来了？垃圾都上来了。哦，你看看这是垃圾桶一天，这里边什么都有啊，游泳啊，不脏啊，游泳。河北省保定市富平县，这谁车？我好想给他拽一下，这磕一下蹭一下多不好，这个。哪个街？哎呀，我现在这是哪个街好多？就是要那个街好多些。不了解。